分數67.20分，加埋就115.20啊，佢暫時嘅總分。呢一位呢就係嚟自北京嘅選手吳宇萌啊，佢呢套動作呢就係407C啊，向內分騰3周半抱膝，難度係數3.2啊。呢個動作起跳係唔錯嘅，但係入水方面處理得仲有少少欠缺。話聽到裁判好多7分、7分、7分，幾分都幾一致喎。因為裁判會考慮各方面嘅，從起跳、連接、空中、打開、入水咁多方面去評呢個分嘅。得分到67.20分，總分係134.70。呢一位呢就嚟自廣西嘅選手陸欣路，佢呢套動作呢就係301B， 反身翻騰半周屈體，難度係數1.9。呢名選手可能係參加專業訓練，無奈都係一個規定動作。我哋內行就係俾一個入門嘅動作嚟嘅。入門級嘅動作啊，係啦。但係壓水花都壓得唔係好靚嘅喎。所以我就話佢可能參加專業訓練。係啦，38分咋嚇？咁啊兩個動作加埋咧，都只不過係去到70分嘅。跟住出場嘅咧就係嚟自四川嘅選手啦，咁就係李蕊植。佢啲動作咧就係407C啊，向內分騰3周半抱膝，難度係數係3.2。好靚啊！呢個動作。睇到現場裁判都係8分啊！係啦，睇嚟佢呢個分數唔低啊！因為裁判都係從10分嘅起評分開始打分嘅。76.80分啊！咁啊兩個動作加埋都去到139分以上嘅。咁啊，跟住咧就我哋廣東選手啦，就係謝佩玲咧出場啦。佢呢套動作係407C啊，向內分騰3周半抱膝啊，難度係數咧就係3.2啊。都係可以嘅。喺個起跳上面有少少欠缺，但係總體嚟講都係唔錯嘅。睇個分數先，64分，兩個動作加埋136分。咁當然啦，我哋從起跳上面會影響到我哋入水嘅。呢位係嚟自陝西嘅選手崔家溪。407C 向內分騰3周半抱膝，難度係數3.2。幾好喎，唔知啦。係啊，佢嘅水花十分之靚啊，亦都係我哋嘅主要對手之一。係啦，所以賽前呢，都知道你所講到話陝西嘅實力好強呢。就係呢位崔家溪係其中一位啊！76.80分啊，總分係147分以上嘅。跟住咧就見到黃敏含嚟自陝西嘅選手107B啊，向內分騰3周半抱膝，難度係數3.0。都
係比較好嘅，比較完成得比較好嘅一個動作。呢兩位陝西嘅選手個實力真係都比較強，同埋係平均喎。係比較高質量嘅動作。係啊，呢位咧就係黃允涵，仲有頭先嗰位咧就係崔家溪。崔家溪仲好似更加勁啲喎，好似感覺。係啊，畢竟都係全國冠軍嘛。係啊，呢位小妹妹亦都喺家長帶領之下咧，嚟到感染一下現場嘅氣氛啊！咁啊，睇下佢會唔會喜歡上呢個跳水呢個項目啦。何丁毅兄啊，呢一位就嚟自湖北嘅選手啦。咁佢呢個動作係407C嘅。係嘅，呢個動作咧有少少我哋講嘅有少少縮到出去，可能對自己冇咁自信啊。62.4分，總分係125.40。跟住咧就係姜月涵，上海嘅選手，407C 向內翻騰3周半抱膝，難度係數3.2。我哋從屏幕睇到咧，佢對腳咧有少少分開咗啊！咁佢如果鬆嘅話，會影響我哋整體嘅入水效果嘅。整套動作完成嘅質量都叫做係中規中矩嚇。係。60.80分，總分係132.80。呢位廣西選手陳其賢，407C 向內翻騰3周半抱膝，難度係數3.2。呢位係倒數第二位選手出賽。哇！水花度控制唔到啦。呢個動作可能裁判俾嘅分數會低少少，因為佢入水嘅角度比較大啊。睇到都係比較有力嘅，個起跳蹬得非常之高。佢打開嗰下係咪早嗰頭啊？遲咗。遲咗打開。係。變咗入水花嗰下咧就問啦。係啦，我哋需要做到又唔早又唔遲。啱啱好。啱啱好。佢呢個遲咗頭咧變咗最尾嗰下咧，入水花一問咧就角度大咗，就變咗起晒水花。好啦，咁就盧維四川嘅選手407C 啊，向內翻騰3周半抱膝，難度係數3.2啊。非常之靚啊！就好靚啊，水花。果然都係老將穩定啊！冇錯。好啦，咁啊完成咗兩套動作，盧維嘅得分呢就係76.80啊，咁啊總分係148以上嘅。好，睇翻呢就目前嚟講呢，第二輪之後呢就盧維排第一啦，黃偉瑩呢同埋呢就係崔家溪啦，廣東廣西嘅陝西嘅兩位選手分別呢就係並列第二。咁啊睇翻呢就係暫時呢就係最尾嘅呢就係陸欣路廣西嘅選手，咁佢得分都係70.40分嘅啫。